好，現在係2026年8月22號星期六上午，亦都係現在，亦都係做下個星期24到28號嘅每週功課嘅時間。咁啊，剛剛過去嗰個星期咧，5日一支星體嘅陰燭算唔錯嘅，只不過波幅又唔算好大，同個預期守到25,000，破25,200，去到阻力位26,000附近，都叫合理嘅預期。咁啊，得一支陰燭，而下個星期咧，亦都係星期五啊，就係8月份我哋嘅期指結算，再翻嚟嘅下個星期一31號就先至係8月份最後一個交易日嘅。今日星期五就收咗26,000、24,000、26,000上邊啦。咁究竟下個星期係好有繼續向上，盡量去高位度結算啦，定係好淡增持？因為暫時今個月嘅波幅就唔算好大嘅，以205到054咧得千零點波幅。咁啊，繼續維持住係細波幅行完呢個月啦，定有所突破呢？循例睇埋其他嘅市場，然後再翻嚟睇我哋呢個恒生指數期貨嘅。先睇美國三大指數，道指啊大陰燭之後出大陽燭，但係整個星期得一支陽燭，但係你話佢好差又未得，因為佢未跌穿呢個底，咁即係仍然好淡增持。53641，即係呢度呢一個裂口呢個陽燭底變咗好淡增持位。兩個支持位，三個支持位，上面一個好淡增持位，一個阻力位。而下個星期就算未去到最後一日，下個星期咧都係比較重要嘅一個星期，因為影響到8月份究竟維唔維持得到陽燭還是陰燭。咁暫時仲係陽燭，希望佢雙底星期一整多支陽燭就化解向下嘅危機先。暫時道指略為可以審慎樂觀少少。S&P 都係仲係陽燭，又係嚟到接近呢啲底部。陰燭冇再跟陰燭出翻支陽燭，但係整個星期咧得呢支細嘅陽燭，咁要入翻嚟呢度啊7699啊，破呢個頂先有機會上嚟試呢兩個黑線，唔係咧就落嚟試呢個紅線或者試翻呢條紅線。暫時 S&P 咧就好淡增持，納指一樣都係冇一支係陽燭，不過嚟到呢度個底咁啊，呢邊仲係陽燭月線圖，即係話呢個底同埋呢個底暫時係未攻破。啲淡有，咁但係好友上面有好多阻力，又好似未升得翻上去，咁啊就算星期四、星期五一個頂一個底，都好似未知道究竟想點啦。三個圖咧，最多話佢審慎，有少少樂觀啫，都唔敢話太樂觀。但係咧，不過有一件事咧，大家都要留意，因為美國嚟緊咧喺今年最後呢幾個月裏邊，即係9月到12月啦。就應該仲有兩隻大型嘅 AI 股準備上市，一個應該係 Anthropic，一個應該係 OpenAI。暫時估計，因為呢兩隻大嘢要上市咧，咁話要大跌嘅空間咧，應該未必大。估計佢哋點都會托住。如果唔係呢兩隻股票點樣上市咧？反而就係到時呢兩隻大嘅 AI 股上完市之後，會唔會令到個煙花最後燒完晒？無論佢上市完成功唔成功？燒完晒之後，令到有啲咩新變化咧？到時大家要密切留意下個市場變化啦。暫時咧，暫時勉強去睇咧，其實冇個靚嘅跌緊落嚟，但係因為冇個靚跌緊落嚟，會唔會又有一啲意外嘅收穫俾好友又衝翻上去咧？大家要密切留意啦。咁啊，上證就喺啲增持位下邊支持位上面阻力咧，暫時好淡增持，冇乜特別。反而啲金咧嗱就非常靚啦，月線圖咧爭少少。就破呢個黑頂。如果呢個月收市收咗喺454上邊咧，呢度就變咗做個早晨之星咧，更加對好友有利。嗱，暫時線索整個8月份係大升嘅，咁再睇埋呢個圖，氣勢如何？由個低位呢度開始計3995，升到嚟呢一度，最高個位喺呢度4632，收4602，升咗18日啦。不過咧，樂觀之餘咧，要審慎樂觀，因為之前。由呢段5595跌落嚟咧，最高升過20日，跟住呢度19日啦，呢度18日啦，可唔可以突破20日？可以，但係越升得高位咧，開始亦都接近另一個阻力位，就係大概5000。咁嘅話咧，會唔會開始會唞氣嘅話咧？所以最好就係跌翻轉頭先至 retest，即係上升再調整，然後再升，咁啊最理想啦。但係佢係都唔升嘅話咧，咁就睇睇8月份究竟細咩位，然後由下個星期。去到8月尾再去估計，暫時咧啲金係審慎樂觀，因為轉咗勢啊，我都評估到呢度應該係轉咗勢，
呢度啊揾到個底之後啊，轉咗勢啦，突破咗呢個三角形，全線向上。之前啲陰燭好鬼勁嘅，大家睇下嚟到呢度之後，一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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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一支陰燭就轉陽燭，一支將轉陽燭。喂，之前唔係嘅喎，一支陽燭好多陰燭，一支陽燭好多陰燭，一支陽燭好多陰燭嘅喎，大家睇下。咁我就認為呢度係轉咗勢啦。咁轉咗勢咧，唔想高揸嘅就等調整啦。但係形勢上咧，啲金係反覆向上嘅機會就大過跌翻穿呢度呢個3944。當然啦，密切留意住嗰個政治事件啦，都要留意。暫時睇啲金係審慎樂觀嘅，好睇埋我哋啲股票700就好淡爭持，阿里巴巴大陽燭鬥大陰燭，小米比較偏好，3690仲未好得，因為兩支陰燭好勁壓住咗落嚟，呢啲陽燭唔夠力。9618都係咁多隻最靚嘅就係388啦。大陰燭、大陽燭、大陽燭之後，而家仲可以破埋呢個陰燭頂咧，成個形勢係陰燭輸咗俾陽燭。5號仔好多陰燭，不過又出翻支陽燭嗱，所以整體睇翻我哋所有嘅股票咧，就算唔係大好咧，其實冇一隻大差嘅，最多係呢兩隻就普通啲，但係呢啲比較大嘅股票啦，700啦，阿里巴巴好淡爭持，388偏好，5號仔偏好，咁即係話咧，如果冇特別嘅事件令到有啲黑天鵝令到佢跌翻落去咧，咁我哋下個星期準備結算嘅話咧，維持到喺高位結算咧，機會係大過跌翻轉頭嘅。咁好啦，最後睇翻你嗰個恒生指數期貨就呢度嗱，整體個8月份咧波幅唔大嘅，呢度到呢度，而家升到嚟025，爭少少會破埋呢個頂，收咗喺上邊咧，當然你同我都唔知啦，咁就唯有睇住呢啲位26000、25800、26200，守到25800、26000，突破到26200嘅，即係破到呢個289啦，去到26400嘅，先樂觀啲睇佢可唔可以上嚟挑戰26800到27000嘅阻力。但係如果失守25800、25800、25600呢個低位25667啊，或連個25600都失守埋咧，就有機會俾淡友反攻落嚟試下啲低位，可能喺近低位先至係做結算嘅話咧，咁但係下邊25000、24800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支持，咁所以留意住個26000、25800，即係26200。如果星期一翻嚟點跌都仲收咗26000上邊收市嘅話咧，因為頂多3、4日啫，唔好睇太淡住。但係如果呢度升到嚟26000，第一日星期一已經俾沽家沽翻落26000啦，話收翻26000樓下咧，咁即係話呢度咧可能都有啲阻力26000到26200，就算唔係大跌翻落去去低位度結算咧，可能都會喺26000到25000之間度揾位結算啦。咁啊，大家都留意下啦。然後下個星期翻嚟再做9月份嗰個功課。好，今日功課到此為止，希望都幫到大家。咁啊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週日假期啦。下星期再同大家做功課，拜拜。